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2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那是野球，咱台湾参加世锦赛球大赛，查某500公斤级的代表队摕到金牌，这嘛是咱台湾这一届世锦赛的头一块金牌。世界杯室内球大赛锦标赛伫咧北爱尔兰举办，咱台湾队这届有一半拢是新的人才，同款表现嘛是真出色。教练讲，接落来目标是明年的世界运动会资格赛。因为咱查甫600公斤级的代表队是摕到铜牌，咱台湾目前是摕到一个金牌甲一个铜牌。接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下半部降温的情形会真明显。气象局讲，冷空气上强的时间是拜一暗时到拜二的透早，北部的低温到时会到12度至14度。因若其他的所在是16度至15度，不过是无啥雨，对小透中南部可汗的情形帮助是有限。桃花红、粉红色、白色各色的满山红，开伫个大亚林大道的两边，吸引民众来赏花。天气真好，日头不哩大，不少人提前完成戴赏的。也过北部好天气有大转变。气象局讲，礼拜下半天，东北季风真强，北部东半部落雨明显，冷空气伫拜暗时到拜日透早上强，全台湾都会感受到温度明显的下降。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是落在12到14度，那其他地方则是15、16度左右。那当然就是说，局部空旷地区可能会在低个1到2度左右，所以其实整个感受上来讲，算是非常的一个寒冷。气象局表示，这波大陆冷气团带来水汽会慢慢来减少，下礼拜1、拜2就东半部出现局部落雨，对所界中南部可汗情形帮助无大。另外3月是不是可能出现春雨？气象局讲，虽然中下旬会有一寡水汽。也过落雨的情形依然是不乐观。对于这个中南部的一个水汽上来讲，其实是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帮助。那如果说要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降雨情况的话，可能还是要等到5、6月的梅雨季。气象局也提醒，礼拜暗时东北季风增强，海面沿岸会有长影发生。东部航运中心转总公司的通告表示，受海面气象无会影响，8月13台东来回绿岛航班是规工会取消。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拢无落雨。所来这波冷空气嘛拢无啥雨，南部的水情恐惊是会变个较严重。高雄今年的考验嘛恐惊是最近这30年来上界热烈的一届，因为高雄主要的水源高屏溪的水即嘛豆豆咧减少。南水局最近嘛伫咧高屏溪屏东迄边的烟花设置紧急送水的管线，希望会当伫咧4月底进行完工，准备要甲水为屏东送去高雄。3月底就是一期调入抽水期，受水情紧张的影响，高雄基山为去年12月初到今年5月底进行用轮灌方式灌溉。不过南部继续可汗，为确保灌溉用水无问题，农民只好先农者自保。正常有水的时候就已经抢不到水了，缺水的时候更抢不到，就抽井水啊，不然就从另外口外的水把下游的引上来。为确保一期稻仔甲杂作无受影响，农委会会协助水源调度。不过高雄今年可汗可能是30年来上严重一摆，主要中型水源高屏溪传流水也愈来愈少，所以南水局除了伫个高屏溪烟花赶紧乌挂济抗旱井，也伫高屏大桥东边的桥卡沿溪边铺设紧急送水管线，准备跨溪支援。高屏溪传流水因为久旱不雨，所以逐步的一个减少。那为因未来的一个用水需求，所以我目前就是以多调水的方式，从屏东地区的加工出口园区调既有的水井，然后把它送到高雄市。这个管线按算4月底进行完工，准备逐工为屏东送出3.6万吨的水到高雄。水情紧张的还有甲高雄同款是黄顶的家己县市，甲泉州更较严重的甘式电河的台南，4县市目前已经陆续停用公用灌溉喷泉这废水要用水。另外，南部水库水位继续降低，虽然已经实施真济摆人工净化，不过效果有限。南水局表示，会将暂稳乌山头水库出水量极端化，来延长南化水库引用水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女的介绍直直起，即马连猪肉的介绍嘛抢甲新悬。根据农委会资料显示，猪肉的大卖价昨天1公斤是起到90.47块，创下历史新悬。婚林百品市场就表示，猪肉的介绍直直加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最近猪发生肠炎的几率悬所致的，而且按算伫清明。
猪肉的需求量会增加，猪肉介绍到时可能会起价1公斤95块。咱来看自由时报，台湾大学按算提升翻车推荐招生的比例。台湾大学校长陈文忠表示，希望为目前的10%会当提升到15%，希望会当提报，希望到时台湾每一个乡镇拢会当有台湾大学学生的理想。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 ，AI 开讲机器人 ChatGPT 为去年11月份推出了后，是写真侪民众来使用。诈骗集团竟然嘛利用这开发新的诈骗的手路。根据了解，目前全台湾已经有28民众去互仿的 ChatGPT 的 App 偷摕因的个资，偷入因的信用卡。其中，有一个查某人因为去用到假 ChatGPT 的 App， 信用卡绑定了后，去互歹徒偷入1200块。伊知影了后，知影是拄到诈骗，所以赶紧报警察。虽然韩国三星电子进前甲台积电研发的人才污走，不过有消息讲，美国高通公司的新产品要用台积电4奈米制造，代表咱的产品优良率是较受到肯定的。另外，台积电公布2月份营收是1631亿，比去年同期是加1成。半导体大厂三星传出甲台积电的新研发大将林俊成恶气，因为未来可能失去高通的订单。根据上新的产业信息指出，高通的新产品会采用台积电的4奈米制造，也和三星晶片不良率较高的问题佫再来显现。高通认可台积电的晶圆代工良率，这一点确实台积电目前是领先三星。当然，这也代表三星如果没办法提升它的良率，会让客户没有办法放心的把订单交给三星代工。专家分析，甲三星成就有这个求好比较，台积电更加注重晶片优良的比率，和市场上未少争议大港的订单拢转往台积电。七十台积电公布2月营收1631.74亿。月减18.4%，创去年3月以来的低点。不过，甲去年同期成长11.1%来比较，总计前2个月营收3632.25亿，年增13.8%。随台积电台中园区离基扩建宽屏来计关，目标明年底前完工来投产，也带动当地就业机会甲房屋市场发展。未来的市场上面来说的话，可能随着整体就业机会的逐渐的增加，再加上区域上面的建设逐渐到位，会有一些可能大家会期待的发展。台积电拿伫台湾扩厂也积极伫全球布局，不过专家警示，台积电美国厂有成本高，加上人员管理的问题，未来拢会是台积电经营的一大挑战。最好的状况也只是损益两平而已。营收是会带来营收，但是对获利来讲，其实几乎毫无贡献，甚至是会拖累整体的台积电的获利表现。这个部分才是令人比较担忧的问题。受美国晶片法案限制，台积电美国厂要面临分配利润者考验，安怎提升利润也考验经营者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外国有媒体报讲，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想要甲咱国建交。外交部长龚教授嘛有证实，英国有捌接触过，因为密克罗尼西亚伫咧第2岛链，战略的位置是真关键。学者分析，若准台湾会当甲因建交，万不离到时台海若是起冲突，美军的力量就会提升，而且南太平洋是美中竞争的重点，中国继续扩大军事力量，是会威胁到区域安全。我是有跟这位总统。确实有接触过，有做一些意见交换。外国媒体报道，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想要甲咱国建交，吴钊燮证实捌有接触，也毋过强调报道甲事实有出入。密克罗尼西亚位伫南太平洋，面积702平方公里，人口大约10万人，全国607个岛屿，也毋过关键战略位置伫第2岛链上。学者分析，若讲咱国甲美国建交，万一台海冲突，美军介入力量也会提升。南太平洋其实真的是对于这个美军处理台海冲突，乃至于维持在亚太地区这个领导地位，其实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跟密克罗尼西亚建交的话呢，那当然就是说让美国在这个地方力量比较能够更巩固一点。学者柯志雄分析，南太平洋地区是美中竞争重点区域。中国若继续向第2岛链混大军事力量，会提悬对区域现况的安全威胁。加上中国目标建立远洋海军战力，若将势力存到第2岛链，发展反介入区域自治战略，
美军甲美国介伫台海冲突的支援能力会受到影响。印太地区，尤其是台海或者是日韩这边的，或者是南海有状况的时候，那么从夏威夷的第3舰队会需要推进到第2岛链，甚至在看状况往第1岛链继续推进。那这种情况之下，这里就是第2岛链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中继，而且是美军的第2防线。学者表示，共军有部分中程武器会当直接攻击，也是借着舰艇载武器进入太平洋，指出美军伫第2岛链的关岛基地。不过，其实共军也有面临困境。第1岛链多数是美国盟国，那会当共同组织共军，也有机会提升将共军封锁伫第1岛链的程度，对台海区域和平是有帮助的。记者综合报道。伫金门的二打岛有一个阿兵哥失踪，到当时也拢找无人。虽然有消息是讲已经去互中国迄边救起来啊，即阵伊人是伫咧厦门。不过咱台湾军方是无证实即件代志。有立委就讲，若准人真正伫咧中国，上较要紧的就是赶紧甲人带倒来。有专家就分析，中国当伫咧举办人大甲政协两会，台湾的兵仔拄好是即个时阵失踪，就惊处理无好势会引起台海冲突。陆军经防部历史守备大队二打守备队传出一名伤兵3月初9点名无够失联，到当还未找到。因为二打岛离大打岛大约800公尺，离金门本岛12公里，离厦门大约4.4公里。即马传出3月初10这名伤兵技术伫附近海面，互中国海警救起来，人伫厦门。因为军方还未证实这个消息。立委表示，若讲人真正伫对岸，上要紧的是应该先将人带倒来，先把人救回台湾。那再查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是意外或不可抗力因素，就还他清白；如果是擅离职守，也必须依照法律予以严办。专家分析，即马当时中国两会期间敏感时刻，咱国前线士兵无故失联，大部处理完成，恐惊会发生代志。在人家开会，中国大陆很重要的会中，你突然发生这种不幸的案件，其实整个国军单位都要相当紧张，因为搞不好真的会有擦枪走火状况发生。尤其两岸情况这么紧绷，那万一发生重大的情况怎么应应？希望国防部彻底的检讨。对啊，李伟龙表示，国军才发生真情况换做模型情参基情减少，佮传出士兵无故失联，报告内容个案显示军纪出问题，要求国防部爱追究责任，将空棚补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国际消息，日本核岛的核灾是已经12年啊。日本政府今年要甲核废水排落海里，东家电力公司强调讲。实验证明，甲扁鱼也有鲍鱼饲伫咧有处理过的核废水内底是拢无问题。不过，当地渔民上界烦恼的是，安尼名声恐惊是愈来愈歹，而且附近的国家是拢反对甲核废水排落海里。准放废水的水槽就建伫福岛核电厂内底，核灾了后继续排放大量放射性废水，特别欠满啊！东电咧积极建设排水的泵坑，估计春夏的时阵要甲处理过含川废水排入大海。当地反对声音犹原大，为着要互渔民信任，东电透过实验验证，甲比目鱼甲鲍鱼分别饲伫正常海水，佮有含川废水内底，强调并無差別。育ち方ですとか、体内のトリチウム濃度といったものを、変化がない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見せていく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福岛放射性废水要用多核种气毒设备 APS 处理过，东电强调产的含量非常低，未危害环境，但渔民存疑，不满东电唔沟通，三代讨海小野情夫烦恼，渔产肯定会受到风评避害。今はできおすすめはあんまり進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すね。先が見えないからどうなるかわからないしね。やっぱタイミング的にもすごく漁業者としては風評などを懸念しているタイミング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よね。委员会对含川废水排放表达遗憾，目前已经完成海核背景产资料库，作为后续排放的比对，嘛甲气象局合作，未来日方排放的时阵会当做扩散的预警。进前表达过严重观测的南韩，因为外交部去年底成立专案组来应用。中国外交部是继续来表达反对排放，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嘛宣布，离正式排放进前会公布调查报告。记者林俊梅、陈信良综合报道。
最近鸡卵是有饲无货，继续大起，嘛连带冲击身心障碍者的庇护工厂。伫桃园有一间庇护工厂就讲，鸡卵继续甲3年前比起来是已经起2倍啊，成本嘛大大增加。为着要让这学员继续有头路通好做，这业者是喙齿紧加的继续经落去。拍开烘箱，烹出小烫烫鸡卵糕皮，抹一盐薄薄的巴达，佮搭配一粒一粒，互人强要流嘴软的芳地草莓。桃园观音爱心家园的学员，伫烘焙坊中认真制作好食的草莓卷鸡卵糕。那这每一步，会当讲，拢是经过长期累积训练来。10几年了，因为我也会磨一些卫视卷那一些蛋糕，对。还会做饼干，对，会洗东西这样。所以你很喜欢在这边做蛋糕？喜欢。他们家的蛋糕很好吃，然后又是一个做爱心的活动。他们的蛋糕已经很便宜了，应该很辛苦的在维持。将卵仁一粒一粒分离出来，鸡卵是做鸡卵糕的重要原料。也毋过即马国内鸡卵真欠，卵价起也对照顾身心障碍者的烘焙坊庇护工厂造成冲击。观音爱心家园表示，面对成本增加，也无啥加起价，为了让学员继续有一份工课，才当眼睛。3年前的蛋价一篮啊，就是20台斤是520，那今天的蛋价已经是2倍了，1080。去年的蛋价大概800多，所以大概也有20%的涨幅。也毋过，虽然面临关不了起的困境，爱心家园也是推出关爱到部落的计划，也邀请先进人士进关，一方面帮助家园含儿有更较侪工作训练机会，另外一方面也送爱到互现在的间学校，互偏乡部落囡仔也有机会吃看卖啊草莓卷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欠药的情形也是无啥改善，甚至有药师形容讲，这是30年来上较严重欠药的时阵。有基层的小儿科医师就讲，即马甚至会当叫的药啊量是真少，甚至是叫无。呼吁政府应该把欠药啊看作是国安问题，而且做长期整体考虑。这一大罐的阿蒙西林是基层诊所第一线的抗生素，治疗疾病范围真大，常常用在治疗肺炎、气管炎、鼻炎、脑发炎这疾病。不过有小儿科医师承认，欠药情形愈来愈严重。莫讲抗生素阿蒙西林，特别叫无货，就连医科用药啊也拢欠货。叫不到药，或者是你要叫呢，他只给1瓶2瓶。最先缺乏就是小孩子用药，像小孩子用的普拉腾没有了，小孩子用的那个什么止咳塞剂、止吐塞剂也没有了。除了疫情了后，药厂欠工问题，也有俄乌战争、国际情势影响。因明言指出，国内欠药上大根本原因是政府无考虑到一直降药价，是不是符合药商的成本？致使国际药厂未优先将药啊卖给台湾。药师工会专联会认为，这确实是市场供需机制问题。我想这个应该是物以稀为贵的一个概念。如果台湾持续还是以砍药价为手段来做到一个医疗费用的支出的一个节约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情况啊，不仅仅是会让缺药更严重，其实还包括了台湾很多新药现在都进不来啊。王明元指出，这一波是30年来上大欠药条，供货量对比到需求药品至少200种。基层诊所也呼吁政府应该将欠药啊当作是国安问题，来做整体考虑，小事是进行回应。继续监控相关药品库存、生产甲供应的情形，协调业者精工生产，甲较早下定原料药啊，解决业者所面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到下晡晡降温的情形会加较明显，而且会加较冷。这波冷空气上强的时间是拜一暗时到拜二的透早，各地温度拢会降低。所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
26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6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下晡天气会较寒，爱穿好少。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